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烤肉饼，烤肉饼，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叔。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江湖一点决，讲破无价值。各行各业拢有家己专精的撇步甲秘诀。看风水的地理线呢，嘛是同款。有人讲看风水是迷信，嘛有人讲风水背后有科学的道理。毋过，可能罕伫听人讲风水其实是一种环保意识。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广播剧，咱要来讲一段有关中华宝岛的风水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台面人的参庄传奇技术。地理囡仔先，前2天肉粽节，路边拢会闻到粽的香味。都市人别装用单链的粽叶，为要甲青的粽叶无同，挑工照用虾的色水。讲粽虾，我要是较介意装工时代，为要白粽，大人拢会嫌阮囡仔挽较大批粽叶返来白粽。青粽叶的粽，沙米色所唱出来气味，毋是凊彩鸡翅路边拢有底片的。我大汉信基督了后。对有的民间节气较无去注意，毋过阮以下别个粽，无论我信啥物教，拢袂当放袂记。喂，阿仁兄，阿姨哦，啥物代志？我甲你讲吼，你5月节有要转来无？无啦，迄有一天尔，无要动去啦。我拄好要去台北一逝，顺续赶寡粽互你，你就免去市仔买人做便呢。遮尔好哦，安尼我嘛会使省一条细条啊。还阁有，顶日有人来咱兜，讲要找你，讲是你国校的同学。国校的同学，谁？伊讲伊姓林，名我袂记哩啊。我本底想要问阿姨，迄个人生做啥款？尾仔想想咧，安尼嘛加问诶。因为自国校到呾，名扬生长，定着变真济啊！啊，我想到啊，迄个人有讲，甲恁后生讲是迄个地理囡仔先。安尼伊就知啊。地理囡仔先，哈哈哈，是伊。
囡仔时代，我离分袂清看风水甲看地理有啥无共。大人甲我解说讲，看阳体是地理，看阴体是风水。哈？我要是毋知啥物阳体、阴体，敢若知影通常会晓看地理的，拢原来会晓看风水。到国民学校1年的时，我识识阿良，才有进一步的了解。阿良甲我共班，头起先我甲伊无啥熟悉。有一摆放落的时，经过架刀因门喙，伊雄雄为一张山仔顶跳落来，我笑一个。你来甲我斗捡山仔好无？你的头万岁啊！架刀因兜种几丛果子树，老师定定交代阮袂使去偷挽。阿良哪会遐好打？你毋惊互老师讲？我毋惊，我有撇步。上课的时，我伫班里汉草无算介悬，坐第3排，伊坐上后壁排。我看伊的刀仔排无直，要甲伊敲互坐。我的刀仔袂使耍，是安怎袂使耍？会破坏地理。破坏地理安尼会安怎？我做代志会袂顺。谁讲的？阮老爸。因老爸就是做地理生的，兼看风水，有咧教伊看地理。你嘛甲刀仔敲到我倒边咧？哦，为虾米？安尼你会较贤读册。阿良是我1年仔时伫学校上接做伙的人。有一摆，老师咧上课，有10只鸟仔歇伫树仔顶，有人用秤断死一只，安尼剩几只？剩无半只，剩无半只。为什么剩无半只？因为剩的鸟仔着车惊飞了了，剩无半只。对，飞甲剩无半只。老师，阿玲，你讲，剩涂骹一只。哦，是安怎剩涂骹一只？因为迄只互秤断是袂飞，剩的飞了了，所以涂骹还阁剩死去的即只。敢还有其他的答案？来，阿良，应该剩9只才对。哦，这是算术的问题，无应该考虑鸟仔听到庆声了后的反应，也无若有一寡戆面鸟仔毋惊庆的要安怎？搁再讲，凡世嘛有迄臭耳人鸟，听无庆声，毋知通惊。臭耳人鸟。阿良，你想济啊啦！好啊，下课。我感觉阿良讲的嘛有淡薄仔理，应该伊讲的较单纯，是老师家己想济，简单的算数尔，无甲遐复杂。迄时，一个清查政务班的带另外一个人行入教室，阿良讲迄个是因老爸。阿爸。等伊向前去叫阿爸，我才知是后壁迄个穿西装迄个是阮校长。校长甲老师讲，林山良同学因为厝里有要紧的代志，家长来带转去。安尼哦，阿良，你册牌仔收收咧，先对爸爸转去。好。歹势哦，来要不啦？翻转工，我透早伫校门喙，就看到阿良，伊是专工等我的，摕一个红菇粿互我食。这红菇粿是我昨甲阿爸出去看风水人送的。你甲恁阿爸做伙去看风水？系啊，阮阿爸若去看风水，拢会带我去。带你去创啥？伊来，伊牵落紧需要我斗骹手。
二来嘛是互我见识的意思。伊讲做风水地理线袂歹，真有社会地位。连阮校长办公室桌仔要往对一向，门要开往什么位，拢爱因阿爸看过才敢决定。看风水是泄露天机，毋则俗语讲穿山灵一世情。因阿爸讲，情就是善。看风水的人，一世人伫山内四界窜来窜去，泄露天机一定善规世人。所以才会甲阿良的名号做山良，就是山灵的意思。想要用名缀名。那安尼，你哪会阁会想要学这道？来当帮赞别人好，家己善嘛无要紧。这句话，互做囡仔时的我想骨就重。即阵斟酌想起来，也有感觉阿良算是真有慧根的囡仔。一年的头一学期，我就考全班第1名。阿良讲是我的册桌仔有照伊教的方位定抄到我桌边，才会有好成绩。我问伊讲：你的桌仔嘛有抄过，哪会第32名啊？你第3排迄搭力较强，我若毋是有抄过，哪会有法度规班阁赢13个人？那安尼，你哪会无甲老师讲要坐第3排？福地福人机啦！我也无你这款气运，占好地理嘛无较绝。那福气的人就有福运，无福的人占好位嘛无效。安尼看风水地理有啥意义？这是天机不可泄露。伊安尼应。我煞感觉无意无意，无想要甲伊讲话。要休寒进前的上尾工，伊讲是要甲我讲好，甲我老实天机，讲。阮阿爸教我一步撇步，你若拄着应袂出来的问题，就讲即句经言：天机不可漏泄。哦，那安尼，你考试若拄着袂晓的问题，敢由我会安尼写？哈哈哈！考试有真侪我袂晓的，我有影真想要写安尼呢。哦，毋过记甲漏写，即几字仔老师还袂教，我写袂出来，毋才会考第32名。我头一摆的春假旅行是去清水岩，迄是伫彰化甲南投隔界的山区。阮附近上悬的所在，敢若一粒才差不多3人悬的大轮尔。册林讲的山，我毋知悬到什么形的。为阮原岛要去清水岩，会经过一时叫做合兴的小步心，甲即阵讲是北岛的宝岛，搁过田中央。阮是包一台客运做游览车，经过宝岛的时，阿良甲我讲：古早大线火车为园林以后是照新公路安尼对宝岛、溪洲过落水溪、西螺落南。你敢知影为什么尾啊火车走对别位去？毋知为虾米？因为宝岛。自早就是台湾真家业的地头，遐是一窟家盗ฮ็的宝地。若开铁骑仔路会破坏宝迄，地方上的拢反对。尾啊，毋才有为因争取着改向，行对社头、田中、二水去。哦，原来是安尼哦。我迄时也毋捌去过都市，毋知迄阵的宝岛已经无算青硬的城市啊。若无，我会问伊讲，哪会有宝黑的所在？山顶岛发展比火车路沿线的城市较衰歹，是要信风水地理，还是相信交通科技？
清水岩到啊！大家照顺序落车排队。耶啦！清水岩有一个祖师庙，庙顶看起来毋是介看，毋过听讲较一台游览车插入去，嘛是个灵灵。阿良报我看，这是粪机蟹，粪机蟹，对，粪机看起来无大卡，毋过会当拔真济物件。要安怎看？你看，迄边是喙，这边是耳仔，有无？伊报我看，倒位是粪机喙，倒位是耳，我实在看无，安怎看嘛无成粪机。我知影伊甲我讲的，拢是因阿爸教伊的。毋过伊的记忆还算真好，甲我讲甲真斟酌。我问伊讲，甲倒边剃扫帚、甲粪机即类的物件，若带即款名，拢讲是破价，应该是歹名，哪会有即款蟹会变宝蟹？敢讲若蟹有伤，啥物物件就是好蟹？蟹嘛有好甲歹，亲像龙蟹是皇帝蟹，人爱算好蟹；亲像牙工蟹，算歹蟹会出大魔王。嘛有迄款百蟹、好蟹，好人得着，后代做将军、武将；代毋着人，后代就出恶贼。伊阁用迄时所时行日本武术电影《宫本武藏》做说明。宫本武藏就是好蟹出身，变大剑客大侠。迄个沙沙气的小厝龙嘛是好蟹，毋过有魔性，才会变歹人。尾啊，还是互武藏收毒弹杀沙沙气。阮袂晓讲日本话，甲做做幕的日语发音读做沙沙气。我无看过迄出电影，毋过自迄时起，就掠定电影内底最后决斗输的都是歹人。迄摆的春假旅行，我真正体会阿良是一个有天分的地理生呢。升2年了，决定编班。我成绩好，编伫头大班，就较无机会甲伊讲话。敢若知影伊要咧学看风水地理。有一摆，阮阿舅伫公仔厝翻做下厝，入厝有互人闹热请人客。我食到有撞到伊甲因老爸，讲是厝的地理嘛是因阿爸看的，算贵宾，甲里长坐共道。我头摆听因阿爸咧甲人讲话，就是讲到宝岛家道迄个代志。里长问讲：啊，你讲宝岛有家道迄，这照你讲应该较兴才对，免哪会煞颠倒比田中较无发展？正牌地理先讲，虽往宝岛比人较无闹热，毋过嘛为着无铁轨路的交通利便，较无大工厂来吞，保持较好的环境。宝岛人生活了较清气舒适，毋是讲闹热发达就上好的。阿良甲我洗目尾，意思是问我对这款答案有满意无？过来，我拢无共班，你无用做班长，就喊你过来去啊！这边个拄写了，就接到伊的电话。阿良兄，纠结，啊，即摆咧做啥物头路？啊，有咧教人考地理无？无啦，我读师专了，就一直伫庄脚一间国校做老师，即时兼做教务主任啦。哦，我问你，水箱内有10尾金鱼，还是1尾去？安尼总几尾？这毋是算术的数学问题。安怎讲？若要变做算术问题，就爱讲水箱内有10尾金鱼，掠出来1尾了后，内面剩几尾？
我头壳内迄个地理囡仔先，煞变做学校的教务主任。我真有甲人想做一回。总是我要是欢喜30几年后，阁有国校的同学相找。今仔日的广播剧《地理囡仔先》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师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扬唱片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良、苏胜武演出，阿仁、朱国玲演出，老师刘千文演出，同学陈安怡、李东文演出，校长林依婷演出，地理先的郭仲坤演出，理长林瑞坤演出。伊啊，洪昭文演出；大汉的阿仁林君华演出；大汉的阿良吴兆祥演出；大人林秋霞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满地。放花来卫生。今仔日来甲咱民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班，是咱台文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班4位代表：吴希美、林小美、曾一瑶，还有叶怡欣。首先，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班读这篇地理囡仔先的感想。大家平安，我希美。我即马主要咧做台文家市民记忆。这篇地理囡仔先吼，就是这地理先这词，其实我是读这篇我才知影。因为较早敢知影这看风水，所以其实看地理甲看风水其实无共。看地理的就是阳体就是外人咧住；看风水的是阴体，就是过世的人咧住。内底嘛有讲到一个趣味的故事。就是学校先生咧问问题啦，就是讲10只鸟啊，歇伫迄个树仔顶用枪弹死一只，剩几只这其实内底在咧讨论讲，到底是这数学问题，还是讲逻辑的？我感觉阿仁先这部册包含的故事因为这是头一篇嘛内底嘛有讲到较早学校学生时代咧读册迄个代志是啥款？过来就是内底嘛有讲到真侪迄个咱台湾的所在啦可能真侪人毋知影。特别是一寡旧地名比如讲内底有讲到大线火车经过的所在，宝岛啊、溪州啊过落水溪、西螺还有延前、社头田中、治水等等这我拢借这篇故事内底学到真侪遮的代志。以上。大家好我是小美，我今年已经60通岁啊。我即摆嘛是伫线顶咧教台语的安尼，伊即个标题看到，咱就会做啥人去看？因为囡仔人佮做先咧，佮是地理先故事真正足精彩，阿仁咧嘛真厉害，因为用阿良即个活法
搁甲变巧的囡仔呢，带咱去看地理哦，地理这个物件伫咱台湾人的头壳内底呢是蒙蒙渺渺，讲袂清楚，毋过煞真注重，搁真要义的。伫趣味这个故事内底呢，互咱咧思考呢，这个传统的观念，咁就爱真正安尼冒条条，袂当来变巧咧。咱就样对阿良伊的例，咱来想看卖啊，因为阿良伊细汉想他算术的问题，伊的反应是无共款的。伊囡仔想的甲伊大汉了后，购物主任的反应是无共的，这点真趣味过来就是讲，虽然讲阿良呢，伊是地理生的囡仔嘛，伊家己嘛是打算讲大汉要去接这个老爸这个地理生的工课哦。毋过落尾伊煞去做这个购物主任啦，无去行影响着哦，所以伊特别搁去做迄个什么苍山龙，嘛要互家己变做这个万世健啊。好，这是我的感想，多谢。大家好，我是金啊，我是伫制度内咧拍拼的台语产的做事人，拍拼已经20几档啊，我读这个故事会互我想到，阮细汉的时阵啊，阮阿公嘛捌请迄个地理生来管阮兜迄个去做塔迄个位。另外呢，就是我看这个地理生人有花啊啦。喙手长长啊，伊拢安尼足注心咧看伊手里迄个路径。对囡仔人阮来讲伊看伊安尼手一下举遐，一下举遐，伫遐咧拗来拗去，大头毛伫遐算来算去。所以但是我安尼看伊咧练伊的喙手练咧，敢若咧按算声会安尼共款。我看伊足神秘的感觉啊，所以我心内足好闲个对上对落，想要知影讲伊到底是咧创啥。阮阿公看我伫遐讲。囡仔人啊，定下半手，叫我先转去传炮地。我对这个地理生活感觉足好闲的，奇怪，阮阿公哪会对伊足好咧？用叫我甲伊个唔甘啉的村啊，摕出来教台语，迄是我头一摆接触到地理生的迄种经验，我感觉真正足神秘的。另外印象当中地理生伊嘛有咧讲福地福人机啦，天机不可漏涉这款的话。阿强嘛有讲出因这道不可漏涉的门楣角，就是若拄着应袂出来问题，就是用这句天机不可漏涉。我想这款话，敢是一半咧安打主人家的心嘛，一半是咧合理写作入的一种借口讲法。毋过呢，敢若大家人拢安尼信毋过我感觉人若心安啦，大家拢是好安居乐业。另外看地理风水对咱台湾来讲，影响敢若四界拢看会到。大楼要起造啦，交通的动线啦，还是校门要开对一项啦，办公室的迄椅啊、桌啊要安怎摆啦，无所不至。我感觉敬天这是无毋对啦。毋过要过好日子，也是咱爱靠家己脚踏实地去拍拼，较实在啦。安分守己过日子，求平安，毋免求好业，较赢咧。看地理啦。大家好，我是怡欣，现主时是住伫台北的一位上班族。即马真过来想要甲家己的母语讲倒转来，甲家己的台北腔找倒转来，因为语言就是咱的根甲灵魂。地理囡仔生啊，我感觉这篇真趣味嘛，真活跳故事的内容。一直互我，就是会互人起爱笑，尤其是迄两个囡仔诶对话伫遐搭喙讲，我感觉就是真有意思。我家己本身对看地理甲看风水其实嘛做无了解诶，所以伫读这篇故事诶时阵，互我会当小可了解讲台湾人本身对看风水、看地理这件代志诶想法甲迄个思考诶方向是安怎安尼？过来就是大家拢有讲到迄个天机不可泄漏。我读到即句诶时阵，我最有感觉，因为伫我家己成长诶过程中，其实嘛是身边常常有听到，毋管是大人也是亲戚会安尼讲。所以我感觉做亲切诶，因为我感觉就是
阿林生写出台湾人的智慧。虽然我毋知影是毋是有淡薄仔考试的成分伫内底，因为可能面对一寡科学无法度解说，也是讲无相关的证据会当证明即个现象的时阵，是毋是就会当用即句话来去做所有的即个结论安尼。除了这，我嘛有发觉到，就是故事内底有暗示讲看代志的角度，其实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亲像头前有女士讲到的先生伫上课时阵嘛学生的迄个问题，所以无共款的思考会必须无共款的结果，真趣味。最后就是阿林生对于台湾人秀情的即个描写，就是30档的即个当初的感情真欢喜，就是搁有来相找安尼。虽然毋知影是毋是要来借钱，还是要做啥物生意啦。对，所以我感觉这篇就是真深刻。阿林生嘛写出台湾人对秀情即个代志的描写呢。好，感谢4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上到来，咱请民生先生来回应。作者恁跟他聊点拢差不多一样吼。其实我写这篇就书敏感啦，因为有一寡物件算命啦、风水地理有诶问诶物件，咱拢毋知影是安怎啦。毋过社会伊嘛是存在啦。我要想用较公平诶态度吼，用较公平你去分析因诶到底是安怎。当然我这毋是绝对诶，我逐项代志拢无讲死啦。拢无讲死吼，拢分开去想安。我想讲，应该嘛应该处理啊。对台湾的民间信用啦，一款物件，是安怎台湾人较久个，大家拢相信这，咱嘛袂使讲完全无影啊。毋过伫咱的教育内面，佫无一类啦。我是讲应该要用这个轻松的方式来处理啊，这是我写这篇的任务啦。好，感谢民先生的回应。上到来是问问题的时间，咱请读册伴来请教民先生的问题。是讲阿人生有讲啊，就是较公平来看待啦。个我读者就较好去讲作者安怎去看，所以我问题吼，这篇叫做地理囡仔先啊，调工用这囡仔角度咧论地理先啊，这个领域的代志。毋知阿人生是安怎要拣囡仔来写是大人吼？因为一般咱感觉迄个囡仔捌较少嘛，讲诶较无啥人爱信道。再就是讲你对看地理即款代志敢有相信？你感觉这算是较宗教的还是讲是风俗的？内底有写着阿良吼，真够看宝血本期血啦、龙血、夜光血、百血。好血等等啦吼，讲本期迄是讲这算破格歹命吼。遮个地理先知识吼，人生是为倒位学诶吼，敢有特别去研究？是迄种我嘛无了解啦，因为我对真正诶地理风水我无了解，所以我毋敢用大人诶，我用囡仔无有使个囡仔来讲，安尼较免负责任啦。有个心结吼。我头空互家用这个角色有哦，像我母啊呢，真要透汗啦。像话你讲迄看，你讲本期，我看无算本期啊。你讲叫什么？这是，我看无啊。这就是表示一个讲我动力的接受啦。你也叫我讲要有信还无信，我当然嘛无信。但是我袂使对台湾人，大家安尼人。专门好点嘛，袂使安尼嘛。咱嘛台湾人咧，政治内因为教育的关系，较相信闲话啦。一寡人要趁食就用话术要趁食啦。你听我咧讲意思无？大部分江湖术士拢是用话术啦。台湾人都迄个也无啥物学术基础，也无出国基础，拢人讲啥就对你讲啥啦。这就是因。趁钱空间嘛，咱嘛是写弄法人本我对无？所以我安排这篇故事的意思就是安尼啦。
当然有告诉我信息啊，毋则插尾啊，讲这交通甲迄个加野有无？加野信息哦，这就好诶代志，讲传播来。我想要问，真诶讲，你咧写作诶时阵，敢会要意伫咧声音？如果你咧写一边写诶时阵，敢会去家念出声？念念诶，看会顺啊，袂顺？即个感觉。我写作就用声写，台语文学台语的声音吗？我用台语出去发啊，就用台语声音啊。你讲两项代志啊，第一啦，写作吼，我拢是声音啦，因为我用声音注解嘛，你就是声音注注嘛，我较袂语言写嘛。因为我对电脑吼，我较早就演打嘛，较早就先用演打嘛，不来笑嘛吼。尾啊，有这个内容伊发明这个4.3块钱嘛，伊个键盘拢讲罗马字嘛，所以我每一个手拢真熟悉。即摆你若要用，即摆想要把其他数我就袂晓啦，我拢用 ABC 安尼吼，所以我都熟悉。我就拢头来是声音啊，变做符号数字嘛。所以若要念无共款咯，我念这个迄是文学的表演啦。我讲的甲念无共款，我念迄是文学表演啦。我讲叫第二集的时，我才讲叫遐个台语人有无？遐个人咯，第二集啦，叫先贤啦，叫方慧啦，叫国兴啦，国兴啦，足奇，即种台语真好的人。甲我念的方比较，我才交工的啦，因为我想过去结婚的人。我知安怎表演，我这有声书是表演啦，你讲话啦，那是文学的表演啦。我音乐有哦，迄嘛是真重要的啦。音乐是配合我厉害啦。所以你讲的这个声音，咱台语文学就是啥物文学啦？台语声音啦。想要问讲你故事的题材的来源是家己的呢，还是你听来的呢，还是讲你家己创作出来安尼？迄个是无人家己的故事啦，拢虚构的，拢是家己编出来就对啦。嘿啦，都厉害，因为阮读册班常常有一个读册班拢会问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安尼？当然嘛假，你小说的英语就是 fiction。我想要请教阿林先吼，地理囡仔先阿良大汉了后所成做一个。教人追求真善美的教育人，这款的改变，阿林先你是要表达什么是无？咱来讲，可能是这个过程中，阿良会发现讲，迄毋是头路啦。迄是这做一般管道就较好啦。阿良伊个物件无一定是真正对人有利益啦，所以伊较特别正正常的头路安尼啦。我是咧暗示这啦。因为拄则Gina有问，我嘛想要问个问题，毋过我想要延伸问讲，所以阿林先你安尼家己安排，是毋是嘛是咧暗示讲阿良伊想要行为较实在、较务实的迄个方向，敢是安尼？因为人拢是对年岁成长咧改变想法啦。年岁你到个数偌济，你出过偌济。你囡仔时代的资源大汉无一定会安尼啦。哦。我写想要做歌星，要做演员，对不对？尾是讲迄个无可能。所以就是人是会随年岁啊，但是佮有伊经历的代志转变安尼。真少人讲囡仔时代想要啥，尾从一而终嘛，真少啦。你较早无想讲，你有一天会来做台语老师，还是讲是咧，甲人想要追求台语。还是讲文学的观念，文学的利用有无？我透过文学报章你袂看到啊。咱是白白用做文学，还佫用水的语句吼，还佫用一寡人讲无对的。文学就是爱讲人无讲物件啦。人讲过就莫讲啊啦。林先生，我想要请教者，就是因为你头前是用肉粽去铺排，敢是有暗示讲肉粽是就是对你来讲是一个较看会着、摸会着的。食会着诶，较具体诶物件啊，地理师、看风水，对你来讲是较无形诶，所以你用肉粽来去做一个比较，还是讲用肉粽铺排有其他诶意涵伫内底？无啥物意思啦，是讲啊，你知影日本诶俳句有无？俳句有无？伊要有几谈，
迄贵直线有无？开始有一个贵站嘛，就是讲8当节安尼啊。迄是文学嘅小路尔啦。想济啊，好，我想济，好，多谢。我想要请教，迄个内底写着宝岛吼，人生你细汉对宝岛镇的印象是安怎？是一个少闹热的所在嘛？后来因为火车无经过，是毋是有个差去啊？那宝岛原来甲因咧北鹿港甲迄拢起名的呢。宝岛甲因咧鹿港啥物迄个吼，安平啥物个艋舺迄拢原来有出名的呢。较早啦，古早啦。火车无过了，失足济。无火车无过，你讲无就歹啊。即摆宝岛嘛，无啥讲究的啊。讲宝岛，我最近阮教会有来一个吼，阮教会来一个迄个算画家啦，女性原来在年会。宝岛就有一个迄个天然餐厅，就是设计，偌水的呢。你若宝岛，你若拢工业，你有可能留迄款物件。你若有记录的方便，工业最入来嘛。就是工业无出来，怎么甲阮自力不平有无？我甲演前嘛是啊，演前即马嘛就做者迄个工业有无？像那食品有无？一寡较早的，一寡迄个黑心食品有无？拢是演前啦，是咧为遮从事下啊。这个所在好歹吼，你得看伊人济啦，交通好啦。因为原来景观不是会调有无？宝岛嘛有做者迄个历史的纪念的物件呢。有历史做纪念的所在呢，即摆人拢毋知啦。你台湾之上早拢较讲的啦。好，感谢明人生呢，也有咱今仔日的随书台语社读册盘精彩交流。最后，咱请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陈慕真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地理囡仔生的见解。地理囡仔生这篇爬远的故事内底有几点，互咱感觉真宝贵的所在。第一是内底的这个主角，这个地理生，虽然伊是一个看风水看地理的人，但是伫内底伊的观点，嘛有咱现代人在讲的这种环保，也是永续经营的这种的观念。所以对着亲像中华的附近的这个宝岛，迄个所在虽然伊是一个较好的地理，但是因为铁基路无经过遐，所以伊无遐尔啊发展，无遐尔啊热热。但针对这点呢，地理生会认为讲，毋是讲较热热就好，嘛毋是无这个铁基路就较无好。因为呢，若是较无大工厂来囤，保持较好的环境，安尼宝岛人的生活嘛会较清气舒适。所以安尼的观点，互咱感觉打破咱过去传统对这种地理生，想讲伊是较迷信，还是讲较固执有因家己的对地理风水的这种的观念。等到咱透过这篇地理囡仔生，会当看到无共的地理生因的形象。第二是伫这篇地理囡仔生内底有足侪种心色开的描写就是这个我第一人称，甲这个主角这个阿良，因互相的对话，互咱看到伫50年代台湾文学的作品内底，咱看袂到的这种台湾人心色开、心色感的描写。这点互咱在读的时阵，一直感觉真心色、真趣味，嘛互人感觉真好看这是第二点。第三是伫这篇作品内底真难得，互咱去看到中华附近的地理的描写，所以伫内底咱会当看到伊有讲到中华附近会经过比如讲为这个作者因的故乡湾岛要到清水岩的时阵呢，会经过即马叫做学兴的这个小宝心，也是讲即马叫做北岛的这个宝岛，佮有即马叫做田中的田中央，这个地名拢是真特别。咱伫早期的文学作品内底，差不多是无法度看到台湾地理的描写，但是伫这篇地理囡仔生陈明仁透过这个阿良伊的描述来讲到这个中华附近地理的地区因的地理古早的名甲即卖的名，佮有因的地理的相对的位置，这个是建构台湾人的文学的地景一个较好的一篇作品。
另外，伫内底，咱嘛会当看到一个善良的台湾囡仔性地的描写，比如讲，伫内底即个阿良，伊就有讲，若会当帮助人好，家己善嘛无要紧，因为伫内底有讲到，看地理的人通常拢袂好呀，会真善，因为因有谢老即个天机。但是伫内底即个囡仔表现出来的，毋是讲家己要好呀就好，等到是一个帮助人希望别人好。诶，即种诶出发点，所以伫内底嘛，互咱看到过去伫文学作品内底，咱较看袂到诶台湾囡仔诶个性、台湾人诶性地遮诶描写，伫地理囡仔生即篇拢有真好诶表现。暖暖专门去，咱的故事探万地。咱今仔日的故事《地理囡仔生》内面有讲到青山陵、万世景，也佫有福地好人机这几句俗谚语。上来今日邀请台语专家，咱台湾情感社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话的意思。咱一般讲地理甲风水无共，地理是咧看阳体，若风水是咧看阴体，所以这个地理应该是看厝体吼。俗谚语内底有讲到，家己派黄金替人看风水，这个风水是阴体。另外一个词山陵，山陵是地理先仔的话语，起厝是墓地顶顶的背景的山形。若专门咧认山陵，就是一个讲法是讲称山陵万世景。我收到俗谚语是安尼讲吼。若是专门咧认证敲找风水的地理先呢，会留落在下，互子孙。所以意思是讲，地理先呢一定会善终。另外一句有讲到福地、福人机、福人机福地，意思就是讲有福报的风水，适合有福气的人徛起。徛起的地点，准讲风水歹只要是有福气的人来徛起，这块地就变做福地。咱知影，迄家己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做林福地，这个福地意思就是安尼。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家属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
杨允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曾文溪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营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发姆妈对看的故事，欢迎准时收听。北岭西